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牧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要来讲台语的文学，台湾有足侪语言的嘛，是，像咱知影台语啊、客语啊，个足侪原住民安尼。但是咱今仔日要讲台语，因为上侪咱嘛讲袂了。是。但是我一开始要先讲一项代志，就是讲，语言这个物件会使用来保存历史嘛。是。牧师敢有经过日本时代？我无经过。啊，牧师爸爸妈妈敢有晓讲日语？我爸爸个对日本人去甲南洋小台咧。啊，有影。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哇，安尼，伊就转来，我都开始学华语安尼。转来才去迄读汉学啊，慢慢认捌汉字安尼。所以的上无要三款嘛，日语、台语甲华语嘛。甲华语。啊，像我是5-6年前那开始学日语。啊，就因为要去日本佚佗嘛，去装卡讲日本话较轻松安尼。啊，去学的时阵，伊就讲，伊就先问讲，啊，你敢晓讲台语？我会晓的啊，我安尼趁着啊，因为即个利用对来讲足轻松，因为拄仔讲有保存的效果嘛，所以即个字其实拢已经存在咱台语内底啊。譬如讲，咱有定下来讲什么胖，面包嘛，迄台语都有。啊，你若去中国讲胖，伊就毋知啥物意思。对。啊，这胖其实嘛毋是日语呢，伊是对法文。嘿，西班牙对拉丁文、西班牙文遐过来。啊，佫有像便当。便当迄对日本来啊。对啊，就是日本来。外来语啊。啊，你看我细汉我无经过迄个时代，对毋对？啊，但是阮校一开始叫我莫讲台语，啊，尾也是讲阮用便当嘛袂使，你知道？哦，安尼啊。伊讲爱用饭盒。这便当是迄个日本时代里，啊像迄个领带，那个带，这一定爱用那个带啊。你讲领大，敢若怪，啊个像赖达，哦，这个咱生活中受日本影响太大了。啊，那西山很多路啊，八股，全部拢是安尼。所以日语的时阵较轻松啦，就是讲我尾啊，日语嘛算学了袂歹，去日本无问题。但是我要讲袂讲这，咱伫看这个文字的时阵，咱讲啊啥拢是一段的历史安尼。这特别伫迄个台语是安尼啦。啊，咱一开始因为可能自然共款，对即个事拢无熟，有一寡迄个字咱先来讲一下好啊。一个是汉字上特殊的所在啊，就是一字多音。哦，对，一字多音，一字一音。你要读是安尼，这是汉字上特殊的所在。啊，即嘛敢若嘛无别个文字是安尼啊。像日本人伊嘛是有汉字嘛。对，爱用伊个方法去读，所以汉字你甲当做是一个符号好啊。对，所以你毋免感觉讲用汉字来用台语读啊，那对不起啊，先啊，你讲无啥物或者正统这项代志，就几啊千年来。大家拢会使自由去使用安尼啊，所以这是一个或者一字多音。除了讲一个字有足侪款读的方法啦，啊伊嘛一直有新的字造出来。啊有一大批是日本人做的，像哲学嘛。因翻译的啦，这个 software 是因翻译的。对啊，那翻了的迄个中国人嘛对咧用啊。阮朋友我以前读美国大学时阵，阮朋友是读迄个经济。啊经济嘛是应用的。因为因的讲是日本人去看经世记名，对来用，对了，较早是经世记名的意思，所以人读了册更读来变。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来讲，有这个字啊，咱个有这侪迄个读的方法啊，就是跟咱生活用的语言有关系，所以有一个或者言文一致。就你写的跟你讲的爱共款，还有你若安尼完整起来，你刚讲这是一个完整的语言。对，即嘛台语问题就是安尼。就你有法度写，嘛法度读。毋管是要写故事啊，写对话，啥拢会使。像我还未明白牧师，还未去长老教会进前啊，我理解是台语无字，知道？我毋捌看过白话字，我看白话我嘛感觉伊是英文。啊，还佫有人是讲迄个无字是无汉字咧。但是大部分呢，像拄仔讲，你会使直接用台语去读嘛，因为迄无这是无问题啦。但是你讲，咱的口音，我都逐字拢写出来哦，汉字有困难。我爱做字啊，那么硬甲做出来，敢袂使？硬做出来当然会使。啊，就是咱得加学一寡新的字。对，爱学一寡新的字。所以有人的意见是安尼，刚讲安尼就麻烦安尼，所以台语的无法度做有一寡代志无法度做。阮即摆阮年底结束这现代台语译本。咱就要出白话字本，甲汉字本，甲
白话字甲汉字的对照本。汉字本都发生足侪问题，因为足侪音无汉字啊，足侪拢是造字啊。所以你就甲做出来呢哦。看别人意见安怎，别人意见会用就用，别人意见若袂用哩，阮就甲造字啊，无法度啊。爱可能诶，应该爱做上这样的，因为你那个做出来，有人是照音嘛。对啦，照音啦，照意思啦。就这汉字咱嘛袂晓读啊。对。一种定下讲说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嘛。对。就是就这样，嘛是爱学嘛。你若定下用了你讲实在嘛，无偌济。你若拢做甲完全了后，定有人咧用的话，就法度一直记落来。所以这是我读了才知影讲哦，第一个就是讲台语是会使写诶。绝对会当写。尤其即阵吼，咱更较会当写。咱即马用白话字会当，白话字完全无法度写。白话字了后，佫一步咱用迄个白话字甲汉字用汉字，相当好写，嘛相当好读。若用纯汉字是来讲，就较无遐好读啊。规个拢用汉字，因为你碰着造字吼，伊若无你甲你做伙造字的经验，伊都毋知迄字要读啊。所以加减嘛是要学一寡白话字，对不对？因为阮咧读迄个日本的册啊啥，为汉字日本人嘛要读，对，所以下骹就会要写一个迄个或者片假名啦。对啦，看啦，就较记者对噻。像咱即马我看有的台语的写名嘛，写呢嘛，字可能大家较袂晓读，伊就会较会写迄个白话字。白话字，一样来讲，咱发音按照发音迄个记的方法，咱就或者白话字嘛。还是讲，咱来讲吼，白话字本身就是文字啦，吼。伊个兼有迄个拼音的功能啦。安尼讲是较准啦。所以咱或者白话字，毋是罗马拼音，你毋要去记罗马拼音啊。伊本身就是文字，毋过有拼音的功能。那古一个咧，就是讲，无师傅叫我看一本册嘛，像迄个越南嘛，即马咱看迄个越南文，就是足济。伊嘛是用罗马字嘛，即嘛好做越南文啊，因为就是因的文字啊，是，就是用迄做因的国语嘛，无偌久以前的代志呢。对啊，迄个胡志明出来，才正式甲认定诶，是偌久以前的代志。伊就挑工要甲迄个汉字甲放出来去嘛。韩国嘛是嘛，因为出一个谚文，尾仔伊就无去啊。所以汉字要保存啊，啥这我感觉这是大家去想啦。但是讲上起码你即摆知影讲台语会使写，那台语在写了后呢，伊就法度印嘛，大概就足侪人看会到安尼。所以这就我都一直传落来。本来是总是无遐简单嘛，就是讲第一就是咱拄仔讲的，迄写的方法足侪款的，有用汉字写的，有做字出来，嘛有迄个像白话字，就是罗马字这来，这是传教士来做的嘛。一开始是算讲是上做的。上迄个罗马字若要算上起头，爱算到1820年。美杜斯 Medust 伊开始伫迄个中南半岛啊，伫遐开始甲试验用这个文字来表达迄个发音的方法啦，记闽南的语音。就是咱晓某人在讲算闽南语嘛。对，因为闽南人足侪去甲新加坡啦，去甲马来西亚，去遐。伊就用伊主要要用遐人团队。伊当伫1820年，伊整理一个词汇出来。1837年，这个年限对台语来讲是上要紧，因为迄年伊出一本字典，福建方言字典。所以就有遐开始的，对遐开始的。个等于到中国。过来可能个甲厦门，厦门甲规个甲发扬光大。到差不多1865年，孟加国来台湾，就。两边迄阵拢要有通嘛，用遐白话字课本来教台湾。到1885年，巴克利开始创办迄个台湾教育公报，规拢用白话字，咱的白话字教育就突飞猛进，就变正通啊！正通对，嘛那整理个上好，即嘛全世界跟人家整理个咱家整理来上好。因为我看中国无人在用这个，因即嘛无在用啦。另外一项，咱之前应该嘛捌讲过，就是讲。经络教会是差不多19世纪嘛，进前各位荷兰人来的时阵，因嘛有用，算讲有，因嘛是用罗马字啊，因嘛用 ABC 这款文字去记因迄阵西班牙语言啊，对，所以遐物件后来到19世纪顶半期，
咱还佫有找着因甲本地人做迄买卖土地契约，就一边用罗马字写，一边用汉字写，这就变成新港文书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人去找新港文书。新港文书迄到即摆找100外件尔咧，迄一件就是拢足宝贝呢。拢对差不多17、18世纪一直留到19世纪初安尼。但是这就无，就算我中文就无人去用啊嘛，希腊的文嘛无啊。但是台语就一直拢，我是感觉是好事啦。但是你就感觉讲哇，这话无简单。其他的拢世界上就是差不多宣教书若去到倒位吼，因遐无文字，也是讲因文字伤难另外甲做一套文字，宣教书才拢安尼做，像讲台语就是安尼。迄阵要学汉字伤学怎样用这个标字系统来教育台湾这人用教育这人内面，我感觉这种意义特别是女性。迄个时阵女性无法度出去读册啊！伊即摆甲教几个符号了后，互你跳的3、5天，较含慢的1、2礼拜，伊等于就会当一篇文章、一篇小说圣经、圣诗都法度念出来啊！迄足伟大的代志呢！其实咱16个字母尔嘛。对啊，足简单的。比英文较少。我看到就这样写讲，因妈妈毋捌字，但是伊要读白话字。我老母就安尼啊。我老母日本嘛袂晓汉字迄个华语嘛袂晓但是伊要看白话伊信息圣经我都读啊。但是即马说变过来，阮大部分人像我是要汉字，也要读英文，但是看白话字会错一条，你知影？这叫国家洗脑去。对啊，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啊。所以这时代爱小交代者，咱摆可能讲的白口里去讲，就是讲一开始伊写出来是因为汉字受困难啦。对啦。以前人嘛无啥物机会读册。对啦。即嘛是变过来，即嘛是大家拢有机会读册，咱就先学迄个较困难的。所以照你讲，咱来学这较简单的，毋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安尼。但是大家像我学罗马字，我伫教会，我印象就是读5天尔，读5天我都拢会晓。我读差不多1个月啦，毋是我无物件人看，我一开始看会晓诶，我去学法律1点钟我就知影什么意思啊，我就家己会使法律去练习。对啊，你算足简，学足紧诶。但是就是你要用诶时阵，你要花2本互我算，我会算汉了，我看较紧。对，所以咱等来讲迄个台语诶历史啊，就是讲台语会使用来写，因为用来写都有法度做文学嘛。用来写一开始就是。东南亚呀开始算，若要为台湾开始算，就是为传教书家来，为马国才开始。马国就是咱之前有讲过嘛，马斯威啊，非常的重要。一开始当然嘛，圣经嘛，先从圣经开始翻译，开始有出迄个报纸，所以报纸内底都别项会使写嘛，都毋拿圣经尔。所以咱就来讲一个，这我感觉就趣味的，我读了嘛就感动，就是迄个上早一本小说，就是。即马找会到诶啦，找会到，可能更较早诶，但是无印落来。上早一本小说的印伫迄个台湾教会公报，1880人呢。到即马算起来已经134年啊！哇，有影足久诶呢。一本诶怪书，一篇才出名。我之前毋捌听过，感谢牧师，我咧知影讲有这，所以伊描做日本的怪书，对不对？对。牧师读啊，我想大家应该听有，咱来听一下。差不多10年前，伫日本的庄社有一个去休伫迄客店，伫遐食好物，也住好所在，请人来吹箫唱曲，啉酒快乐一场。为可能较听不清楚，我来补充一下。有一个算人客，去客店住嘛，有食物件，拄仔讲有吹箫唱曲，就是请人来表演奏安尼，个啉酒快乐一场，继续。到要困的时，吩咐店主，甲伊明仔载11点就叫伊醒。迄个店主就照伊的话，到迄时入去要叫伊，看见面窗前旋出一支狐狸尾。忽然惊到袂固定，随时走出来，拍算迄个人客的确是妖怪。到遮就是讲，因为
伊是人客嘛，以前可能无 morning call 安尼，就是讲无手机啊，啥的叫店主讲，你也来甲我叫哦，几点先来甲我叫安尼。店主按迄个时间入去，才看着讲，伊个名称有一条狐狸尾。那个米皮有选出一支狐狸尾出来了。选狐狸尾，台湾是应该是无狐狸嘛，这个所以写日本的怪兽。狐狸这大家应该知影，就是伊看着总惊一条。因为日本就这个妖怪的故事。对。台湾以前敢若嘛有啦。有啦，咱有啦，无因这款奇怪遮济啦。到遮有淡薄聊斋的感觉。但是这是日本的，伊是条纲用日本来写，所以是用狐狸安尼。伊即马点做想讲，这可能是妖怪安尼。继续。好，拍算迄个人客的确是妖怪，家己在想，毋过有吩咐伊，若要叫伊，又惊了，互伊过小谴责，果不将搁再入去，就看迄个人客坐伫眠床伫食薰，迄个人客看见店主心神大响，就问伊：你有入来遮看见啥货？大声店主毋敢讲，简单提示讲：无啊。迄个人客佫讲：你的确有看见什么咧？你着明甲我讲。伊想讲是妖怪，但是伊佫想讲袂使，咱若不甲叫到时阵，人客也生气，所以伊着转啊佫入去安尼。入去了，迄个人已经醒啊，伫遐食薰，嘛无看着狐狸尾啊。但是迄个人客着看店主讲，敢若有啥物心情大响啦，就是安尼心情安尼不安啊，乒乓叫安尼啦。乒乓叫安尼，看遐紧张安尼，就直接问讲你敢有看着啥物物件安尼？迄个店主就开始毋敢讲，尾仔就讲你继续来讲吧。迄个人客佫讲，大声店主毋敢讲，简单提示讲，无啊。迄个人客佫讲，你的确有看见什么咧？你着明甲我讲。迄个店主然后则甲伊讲老实，我有看见一支狐狸尾。迄个人客则因伊讲，你当已经有看见，我不妨实在甲你讲啦，我就是老狐狸，常时踮伫山里，这点来遮是要办代志。你所看所听这号事，你断毋通甲人讲。你若果然安尼，祝福你不论有钱下伫庙呢，我要互你加一倍。所以一开始伊毋爱讲嘛，尾仔迄个人客就甲逼问安尼，伊就拿过来讲，我看着狐狸尾安尼，这个人客就直接讲，好啊，你已經看着啊，我就甲你讲好啊，我就是一只狐狸变的，我顶嘛食，即嘛拄好来你食，这是。像秘密安尼，你毋通甲别人讲。你若无甲人讲啊，我就有算讲报答你，报答你甲钱啊藏伫庙诶。我咧互你加一倍。对，所以这就算讲一个约束安尼啊，我甲你讲好，你莫甲人讲我有着赏金互你安尼。讲了就做伊起身，拢无收费互伊。所以伊安讲了，伊含咩？食饭啊，啥钱拢无，你管费嘛，无钱嘅。对啊，因为迄个店主可能惊着，想讲这人这妖怪啊，紧走就无要紧啊，就较好安就会走安尼。结束。店主也毋敢甲伊听候到明仔载，真正摕50钱下伫庙里试看，到后日来看，果然有变100，下到几若日。犹原是安尼，在迄个店主不知深信啦。伊一开始是足惊诶嘛，但是因为迄狐狸有甲讲，你甲钱摕去藏会好1倍，伊就想讲心情较定诶时阵，就去试看卖啊。有影摕50钱去，煞变100。所以藏几啊工去拢是安尼，愈来愈信安尼。心肝若贪，到落尾就扣到100块，搁去下遐。到明仔载去看，毋若无加，含伊家己诶也煞无去，要搁毋死心，就搁去下一摆。隔日去看，犹原是无去，到迄点就再叫
是互光棍拍骗去，迄个人诚实毋是狐狸，不过是知因有对中迄个欠算，所以找即个旁来转嫁伊。欠算是什么意思啊？欠算就是华语叫做今天几月几号，我不适宜穿红衣出去的那种。哦，他对什么东西都有一种禁忌啊，禁忌啊。欠算，这更较困难的。所以上尾，反正伊就相信啦嘛。一开始去啃弄加倍，就想讲啊，你愈来愈贪安尼，到尾也摕到100块，100块可能就是1块可能10钱吧。就本来创100倍安尼，对，算讲厝诶钱拢甲摕去。进前安尼上班啊，就摕较济安尼，跟嘛讲这个钱啊，啥就去啃，就无去啊。无去个一开始个无细心，想讲这可能啥物出现问题，无过来试120啊，佮更100块，所以伊尾也了200块，个伊饭店诶钱拢无摕着安尼，咱知影讲去用骗去安尼，所以这其实毋是好利嘛，伊是算一个。以前叫啥光棍？光棍就是迄个假神书啦，编啦，还有这个讲，伊是利用人诶对，算讲贪心嘛，你诶心理啊，对，个迷信，迄个甲即摆迄个骗钱诶迄款诶，拢甲老鼠会啊，这1886年就看这款故事啊，拢受伤。对啊，所以你看拢无变，台湾人拢无进步。啊，不过这厉害啦，这种咱就讲诈骗集团嘛，高手嘛就厉害啊，有个打电话跟你讲啥物设定无对去，叫你去。讲你的健保卡啦，你什么你去哦，你的爱做证明的钱要先回来啊。哎呀，什么迄类。所以这就是用大家算讲吓惊着，这无共款，这是用你贪心，用贪心。对，所以我一开始无事我讲，有看资料讲，教育公报从早迄个台湾小说啦，我嘛真好奇讲内容是啥，因为看你教的，你感觉有一寡教育意义嘛。伊个写讲日本的怪事，我想讲，看了知影讲，写这有影袂歹。这篇叫出名啊？对啊，另外是讲，这就是文理的重要嘛。咱一开始就上早咱开始路线就讲文理的重要。这就是文理的重要。你看过了130几年，对，咱个会使讲100，对，嘛在一直讲，继续传落安尼。对，这故事有也好。问题有较早迄款台语的意思，我咧读无介顺，但是迄个意思还佫读得出来，无简单啦。另外嘛是会使证明一项代志，讲咱即嘛若回到100年前，咱边甲迄时阵人开讲是无啥问题，无啥问题啦。伊讲的你，但无啥个像，但是大部分拢共款。对啦，伊拄着问题，一寡迄个字句吼，无拄完全相像，但是 OK 啦，无问题。因关心的代志嘛，共款，对，就是希望会使变较侪钱啊，对啊，变较好个啊，变较有名声，这人拢嘛是安尼。以这篇来讲啊，咱来讲一样，就是讲有足多人讲台语无法度写小说啦，就是讲咱用听可能听袂出来，就是一般来讲小说啦有两种文体，一种就是叙述的文体，一种就是对话，像对话你若用对话来写叙述啊，迄你会感觉伤白去，伤白话去，这是就这样批评的。所以有当时啊，咱从我以前读册就开始有写一个或者台湾文学嘛，台湾文学，但我就是用华语写，但是内底对话出现台语安尼，就讲内底会写讲，他回到家之后，奶奶就问他说：“食饱未？”安尼，虽然是记录咱的故事，我知。但是伊毋是完全拢用台语，但是像迄种诶我较烦恼是伊无用台语做主体咧写小说即款诶我一直感觉即款啦叫做台湾文学吼，台语文学，台语文学哦，迄间对话一部分诶台语尔，规篇文章绝大部分拢毋是台语啊。所以，咱就迄差不多，迄啥中文的现代文学组尔，那算讲是，迄都毋是台语文学啊。所以有人讲，你咧写代表讲你拢是用华语的思考，你毋是真正用台语的思考安尼。所以你像讲咱头拄咧看迄个
日本的怪书，迄规拢用台语思考啊。系啊，所以这嘛有出现一个算描述啊，就是当有人讲就是一篇多语，一篇文章内底有足侪语言参做伙安尼。啊，那像拄啊日本的怪书的就是一篇一语。啊，你若愈侪一篇一语的，这个创作就代表讲你这个文理较完整安尼。啊，你若像足侪文学内底台语拢变成配角嘛。对啊，你像你头拄咧讲，甲对话才出来尔。系啊，啊又无法度迄个。迄个就是有足侪人讲安尼，我台语就无法度读安尼。但是伫教会以外，像拄咱讲这是教会迄个教会公报内底写的嘛。以外啊，嘛有足侪人伫实行的迄个年代，就是讲嘛有出侪杂志，台语怎讲？杂志嘛，杂志。但是我看最少有超过3集3本啦，就是讲印的就拢无继续印落。啊，有人讲就是因为讲这有淡薄仔寄生的诞生机啦，写的人无济，啊你就无足侪通看。对，啊无足侪通看，就无人会去写。对。啊尾仔就台语就一直拢是一个配角安尼。啊当然咱上知就是到日本时代来的时阵，规个禁止去啊。不过日本禁止无偌久，差不多咱到1940几年才有日本人禁。禁了上大的禁报纸禁台语是伫战后国民党政府的时期。迄个一禁到超1969、1970年。啊，1970年迄个时就大禁嘛。差不多像我大汉，我咧成长过程中间，拢互禁讲袂使讲台语啊。但是我的时代啊无讲像这安尼，我的时代是讲我咧厝的拢是讲台语，只有淡薄仔袂使讲，所以我差不多甲牧师差不多。啊尾啊，即嘛是讲像我也讲台语对毋对？啊，但是我看别个囡仔，我会直接甲伊讲华语。就即嘛做侪人安尼，都阿公阿嬷拢遐讲台语，但是上新的迄代袂。即若为了台语好吼，是咱来倒变个，咱甲讲台语。我这是咧补充一句话吼，像咱讲台语。足侪包括客话，讲你袂使讲台语诶，台语要包括客话什么？我安尼台湾大学嘛袂使叫做台湾大学啊，伊叫做台湾大学，其他拢毋是台湾大学，袂使，迄专有名词啊。啊，就像我台语专有名词，我咧做工啊来到遮时，迄阵就讲我咧讲台语啊。啊，客人来时，伊就讲我讲客语，伊也无讲我咧讲台语啊。啊，毋过你啊，即马就流行迄个政治正确这样代志。无啊，这对历史看足明显啊！讲客话的人，伊袂讲我咧学台语啊，袂啊，伊讲我咧学客语啊，你讲客啊。咱这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物件，啊，你硬要去歪曲。啊，高雄大学嘛，袂使到高雄大学。高雄嘛，别个大学。这样代表所有的呢。这拄好讲着讲，日本时代尾后甲禁，第一进前啊。迄个时代，日本时代杂志啊，足侪拢有汉文的迄个拿有，对，所以某人就挑工写台语，毋是挑工，伊本来就是想要用台语来写，所以在日本时代，迄差不多是并存安尼，就是讲台语一直都有各一个什么活命的机会安尼。但是我看人讲，上重要的是台语的歌曲一直拢有留落来。最近因为我定下来跟人开讲嘛。啊，有当时人就甲我印象想讲，啊，台语就无法度读啊，台语无理安尼。我叫大家想讲，你若安尼想，你去 KTV 唱较侪台语歌是安怎唱？你确实是汉字，但是咱一开始讲嘛，一个字会使足侪款读的方法嘛。所以足侪人就会晓唱歌，你就是咧读台语嘛，会晓唱台语。啊，牧师应该有知影，迄有啥物刺激啊，像歌语一直就流行的嘛。嘛有人会写新的，毋是靠写旧的。上有名的就是最近有一个徐佳莹嘛唱歌，七里啊老师会读着。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回中原，放下西凉无人管，思念三子王宝钏。这就是七里啊嘛。这七里啊，咱或者七里啊。我搁念一另外一个七里啊吼。地下透风起土粉，天顶落雨起风云。为娘挂掉心肝闷，糜饭未食暗未吞。这要解说一下。这吼，就是新生吼，新生伫外口。啊，我伫外口做事的时，看到顶头，这地透风起土粉拢加起来，
天顶落雨起风云，天也落雨的。我转来，我这做某的人，为娘挂掉心肝闷，迄闷就安尼想你想甲足艰苦。暝饭未食，暗未吞，想到什么程度，连暗都无法度吞。暗是啥？暗就是迄个，较早有人讲抹伫这臭水角也好啊。暗就是饭的稀饭的上面的那个水水的啊，白白水水，迄就是暗嘛。暝顶头一盏的对啊。暗头都未吞。暗一定会吞你啊！伊的意思讲，想甲连暗都吞袂落呀。因为你若破病的时阵食袂落，人讲啊，无喙齿啥，人讲你才食暗糜啊。暗糜，暗糜就是迄个所在。暝饭未食，暗未吞，想红想甲到迄暗都无法度吞。这首百外年呢。对啊，迄百外年呢，足久诶啊。迄有够久诶呢。对啊，所以第一直拢有人在写，人在用，毋管是歌语啊啥拢有。啊，只是讲，毋是主流嘛，毋是主流，这个差足济啊，就变成讲私底下咧读尔，啊，就校无教，就变成我像拄仔讲诶，阮咧校拢讲华语嘛，啊，转出来就甲石头人讲台语，慢慢你会感觉讲，台语这个物件，敢若毋是真重要，是啥？啊，像你要读册考试啊，是讲你看什么政府诶遮个时啊，啥拢是用华语了。台语就变成一个，就讲毋是全方位语言啦，安尼就足无彩。所以我在读这时，我一方面感觉足无彩，但一方面我感觉讲，台语嘛算足乃名，你知道吗？用这个方法一直挖落安尼，了你看有够会功夫，到因到即嘛你有机会看，你去看有安尼，啊，个歌一直写出来。像台语歌，足侪人爱唱诶啊！对啊，不要讲华语，但是要唱台语。因为台语迄个声韵吼变化较大，听着较好听。华语跟四声尔嘛，啊，咱咱有八个声调，啊，这表达的就加足有意思。毋通笑，甲毋通笑是无共意思。系啊，就是迄个笑甲变一个音调诶，就拢意思无共。这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最近我顶下有翻译一首歌嘛。啊，人就甲我讲，你吼，因为伊本来就是有音感嘛。伊讲其实台语吼，袂使安尼凊彩写歌。台语因为有调足济，甲香港人讲共款，香港嘛是八调是9调。所以你爱写歌，你要有一个或者词曲咬合。我估一个，无说一定知影江辉嘛，对不对？江辉就红的嘛，有一条歌伊嘛家己写的哦，或者家己蓝调调。我敢有听过？我知。对啊，这最重要，因为咱有讲过变调嘛，调调你袂使读两个字共款，但是华语你会讲老共款嘛，对不对？但是台语你若读调都袂听，你俩会讲调对。调第七音，调第五音。对，所以伊写歌的时阵，因为音阶有高低嘛，咖喱蓝调调嘛，咖喱蓝调调这5个字啊，伊拢是照迄个调去写，高低就安写，你听了就会听。虽然我要甲你蓝调调，你后壁一定爱写调调。你看我要甲你蓝调调，你就想着别个字去啊。对啊，这是香港人教咱的，我后来尾仔才知影。安尼华语安尼写的那念经的，最近做侪像萧煌奇啊，这人因拢知安尼写。我最近读了知影讲，哇，这台语原来水这样安尼。咱会全部变调了，一篇文章内面音拢会变。对啊，所以香港人更免变咯，看咱台湾人就爱变。就调调咧讲，你讲调调的时阵，其实你对咱来唱歌啊，因为伊用无共款的音阶要表达这两个字安尼。那华语就是老。这部分呢，我感觉愈感觉台语爱好啊，甲保存安尼。啊，所以唱歌这项代志有帮助咱台语留落来。这个人不要讲台语嘛，要唱啥妈妈爱拼才会赢啊，对不对？你嘛知影讲爱认真拍拼啊，拍拼这字就变成咱生活咧用的字安尼。啊，另外就是讲，咱拄有听一个迄个较早的小说嘛，近代小说其实有足侪袂歹的作品，你已经会使去读啊。你读啊，你若较敖的，你会学晓的，请你倒出来倒写安尼。有当时也有较侪作品，像拄啊讲话歌好听，就足侪人会来读，对来听台语学台语安尼，总是有关系安尼。啊，才有一个算讲近代的，因为拄啊迄日本的怪书较久，近代有
一个写了真好诶，陈明仁，嘿，陈明仁，咱这魔术敢该有识嘛？我敢有识。啊，伊平常时咧做啥？伊是专门在写这吗？伊当然是作家啦，吼，专门咧创啥？我实讲我都毋知。跟我去上班，我要晓得伊讲我都。伊捌伫几个学校教过册啦，台湾新人伊嘛捌请伊去教啦。其他我都较毋知影。所以我想讲，应该有一个收入吧。无像可能写台语的物件，趁食这伤困难啦。这段咱来读者好啊。伊这篇是一个真好的短篇小说啦。故事咱能讲者，因为咱无可能规本读了啦。啊，故事就是讲，主角是一个囡仔，囡仔啊，伊就爱因装的一个足水的姑娘啊。啊，伊迄姑娘因为以前查某无啥会使读册嘛，啊嘛，伊就可以做工啊，是爱整理厝的顾囡仔啥，所以就无读书安尼。啊，但是伊的名或者阿纯，所以这个囡仔。伊对于有意思啊，但是你看这个算纯的爱安尼啦，就对这有兴趣啊，的带身边啊，就欢喜的。啊，这个阿纯呢，伊爱唱歌，啊歌唱了好听，所以这段但你有讲的这个歌的物件，你读的感觉就趣味的。啊，这段是讲，就是讲伊爱听伊唱歌这项代志安尼。这篇小说我是足推荐大家读啦，吼，阿纯。我知影，我迄阵伫中山医药大学时，阮学生囡仔一定拢差读过一篇。啊，伫台中教育大学，因遐嘛叫学生囡仔读一篇，因为这是现代台语吼，啊写了非常好。佮有讲个一寡历史嘛。嘿，啊，佮这中间差不多反映出战后台湾的历史啦，吼，包括兵啊，甲一般人的相处啦，吼，啊，包括做事人的生活啦，啊，包括去外庄啦，吼，共斗挂稻啦，等等故事拢有。那个有一个囡仔去读册，伊是囡仔嘛，去读册讲啊，伊晓热其实较无爱，晓热爱做工课。啊，我来读中间的一段吼，咱来看讲这中间的迄台语之水啦，吼。我自细汉就足兴听伊唱这款歌，有一摆我听伊唱歌了后。倒去厝，甲阮阿爸讲要娶阿纯做某。阮老爸讲，阮共生诶，阁是共做工作啊，袂使做翁某。我秘伫被内暗号几若工。这段就是拄仔讲，伊即听伊唱歌诶，古锥咧，就有影去甲因老爸讲，我要甲娶安尼。啊，因老爸就讲袂使，因为因拢生。应该是拢姓曾吧？嘿，拢姓曾。嘿，啊，就以前个年代，甲共生就袂使结婚嘛。即嘛无甲遐迄啦，即较无啦。因为阮朋友都有啦，到尾啊，渐渐都拢有啊啦。嘿，因可能佮住附近啦，可是有影较无好啊，是安怎？反正伊就感觉就艰苦安尼，就咧秘咧皮内底哭几啊工安尼。你若用华语来想这样代志，甲用你用台语来想这样代志，你写出来名可能无啥共款。啊，你用台语写有一款，我是感觉足水诶，特别是牧师读，牧师读更较好听，我读个无遐好听。咱继续来看。好梦好，我要是有闲就出去阿纯因日子卡，听伊对垃圾药唱流行歌。阮隔壁新店阿伯因兜就有垃圾药。毋过规工拢是中声广播电台持秀峰在喊歌戏，自来歌戏布袋戏我拢袂兴，主要是因讲的话全文音，无像日常咱讲的葫芦话，流行歌唱的较白话，无论查甫的还是查某唱的歌词我拢听较有。阿纯的声幼幼，唱歌有张淑美的气味，我捌听甲捧一碗饭冷去，毋知通食。这部分就是开始讲。伊歌好听嘛，啊嘛讲咧迄个时代，另外这奉上伊就是讲用垃圾药，因为日本时代就是垃圾药，即嘛日本人嘛是讲垃圾药，啊，咱尾后就是要甲改成华语，就是用收音机，嘿，收音机、收音机啥这，我现在都拢讲垃圾药啊，对啊，这就是文理的变化安尼。伊才有讲的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啊，就咱拄仔讲。歌戏啊，刺激啊，个一般的唱歌啊，这拢是台语有法度活落来，真重要原因嘛呢？这伊爱听但是伊就讲这是无共款的，伊较无爱听迄个广播电台的伊是讲
海瓜鱼，海瓜鱼，海这个字跟你讲，就是唱啦，伊用个底咧海啊，这种描写啦，有咧唱的意思啦。但是这个华语就无讲，海听起来就会听海瓜鱼，所以用海瓜鱼，你想到瓜鱼甲布袋鱼，为人较无爱，无数讲要看，伊用文音啦，台语有白话音，有文言音啦。咱普通拢会差不多，要用上简单讲，你讲阳明山啦，阳明山，两款读的话，咱讲阳明山呢，阳明山是文言音吗？阳明山是白话音吗？你讲凤山是白话音吗？你无讲凤山呐？因为你会讲爬山，你袂讲爬山。到底要读文言音嘛？要读白话音？你真自然，迄个所在的人会形成一个共识，自然的形成。所以歌戏来讲会较文言，较文言，就是讲得较文言。因为阮细汉时就流行看布袋戏的，以前台语看一个时阵会使，电视看一个时阵有台语的台嘛，布袋戏就流行的，对。但是就像伊遮写的，可能是文言音较济，文言音个，嘛有一个腔嘛，就甲咱一般的讲话无相共款。像即个作者伊就是较无安尼，伊较爱流行的歌，伊讲较白话安尼，伊拢较听有迄个歌词。特别讲伊新买即个阿纯啊，声最有诶。有一个张淑梅去，真正有这人哦，这个吼就足厉害，伊将迄流行歌诶历史拢个倒入去接手来。所以你读着遮个名呢，即马你会使去查看张淑梅唱歌啥物款啦。但是讲言下意思，就是讲伊算伊歌声真好，个有会使出唱片诶感觉。对啦。所以我讲你唱歌甲工会足像诶，因为我感觉你足好唱诶，但系用迄个有名诶人来写来讲安尼。伊另外一个讲伊唱歌好听是讲，我捌听甲讲一碗饭说冷去啊，唱好听袂去食饭，袂去食饭。这个拄啊，牧师讲迄七里啊，佫有关系有无？迄个是讲数量甲食袂落。暗暝吞袂落。所以有当时读这足趣味诶，你就知影讲我要讲一项代志，讲甲较有文学的感觉哈。所以这就是现代小说，嘛讲咱大家若有兴趣会晓写，加写一寡，后壁人倒都一直听来知影讲咱的历史安尼。这个名人啊吼，伊抑佫有足侪真精彩，伊嘛捌写过迄槟榔西施，写了有够好，实在有这科遐厉害。我感觉伊嘛写了就算讲读起来足顺诶，对，这真重要。台语真好，所以咱一开始讲话，因为你迄故事啊，你要有迄个较毋是白话部分去甲推进，你知道？你才有法度接出现对话安尼。所以伊迄两部分拢爱足好写，才会使，会晓叙述嘛会晓对话。对，迄写出来好看诶，写出来就是安尼。所以第一就嘛活落来嘛，经过迄个日本时代，有唱歌，白色恐怖时代，嘛拢经过啊。咱即嘛已经自由啊，你爱看，即嘛流行啊，大家尽量去学安尼。即是讲像迄歌曲这部分会使补充者，就是讲，咱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台湾经济咧发展嘛，日本嘛是，因为战后了，因为写做侪歌拢是人去都市拍拼啊，所以台语嘛做侪歌是用日本的歌来翻译入来。这个讲有一项代志，就是讲，我看另外一个教授写来讲，咱台语若要变成文学，迄字啊较完整诶，像无数人咧做字啊，文本还较济，文本较济，你一开始若无遐济啊，伊就讲日本有一个经验。日本就是有一个或者伊人讲伊是算讲日本现代文学之父，或者平内逍遥，伊做啥呀？伊就是甲全本的莎士比亚，还做领域，伊个这样代志做了后呢，应该有诶理就拢有啊嘛，迄故事啊、情感嘛，啥迄款相关的理拢有啊，对话啥物理拢完整起来，所以日本人都迄个自信。伊嘛有一个算讲文本去互看，讲有搭对个即个代志要写，嘛有一个算教材，所以有一个教授就讲，咱可能爱考虑要安怎甲翻译大量翻译。像我最近看迄小王子啊，小王子嘛就有名诶，伊嘛是翻做台语，嘛就好看诶。另外一个真重要就是足侪语言啊，拢是靠圣经嘛，因为像马丁路德
德国语言、德语真正嘛足乱的啊。但是马丁路德迄种叫人关起来，伊就规个拢好甲翻译。啊，圣经因为足长啊，足大本的，啊内底有啥物故事拢有嘛。啊，你若弄法度甲写做一个语言的时阵，迄个语言可能伊需要有的物件拢有啊。所以无书即马在翻译嘛，就伟大的。无啦，因为咱之前有巴克类版本，但是伊用的字甲咱已经无共款，无共款啦，对个无共款啊，咱无法度摕来用啊。80%应该会使啦。但是伊一寡字句吼，看起来咱即摆语法较无像安尼。无啥好读。时间就是有长的吼，咱渐渐的哪来哪清楚去，迄一定会啦。对啊，100年啊。另外就拄仔讲，咱经过另外日本人来，个国民党来啥，华裔礼拜，嘿，这个用词无共款的。像别个你无可能用垃圾哦嘛，伊个时代毋是安尼讲啊。可能讲故事是会使一直对调啦。咱一开始有讲迄个教日本的妖怪嘛，或者贪心嘛，像这人性的部分是共款的，但是语言一直进步安尼。讲到这个牧师可能毋知影，有一个这宅女小红，我毋知，因为咱即马人看侪人就少的嘛，你也知影。但是大家看迄个网络啊，有啥部落客啊，伊是一种有名的部落客，是。伊进前有一项代志甲中国教育有关系，就是讲，因为爸爸过身进前啊，伊就去安宁，伊就出来写文章讲，大家用安宁啊，卖咧规身讲拢插梗啊，淡仔菜安尼，伊就去淡水马街，马街便一样对就叫过，伊就写文章讲感谢大家呢。咱即话咧烦恼讲，无人爱讲台语啊，爱写台语啊，文学这较少。伊是无注意这项代志啦，但是伊就甲咱讲台湾国语有啊，听起来是感觉较怂有。伊调讲甲这写入伊的文章内底，变做一种特色。嘿，伊用华语去写，借伊的音。你读了，你读到就会出现台语，你嘛就好诶。所以迄个香港大学教授讲，伊感觉这就好诶，就是安尼啊。大家有建立咱家己主体迄个自我认同嘛，自我认同。我这想这牧师要读还是我读？你来读啦，我无听过，所以我就无啥知。伊是讲警告林北要练车。林北，嘿，他说拎东西的拎，北边的北。等于我读时我无注意，我等于变台语安尼。伊讲警告林北要练车了，请大家不要在路上逗留，因为这个时阵伊都摕着迄个驾照嘛。就话等什么马路三宝，这块也是想讲你们能出来哦。之前我有提到过关于本人的塞卡魂，他这里塞是一家塞是用一个腮红的塞。车是掐死你的掐，魂就一般的魂魄的魂，所以塞车魂就是讲，我今嘛最想会塞车我，这是台语嘛，他可以说关于本人的开车魂，台语用塞车魂，就是要甲台语安尼，坑你读下来这安尼，所以关于本人的塞车魂一直在燃烧这件事嘛。上礼拜某天不知怎么他燃到了沸点，噼噼啪啪的滚个不停，这个噼噼啪啪嘛是以这来用的，就。批是批判的批，然后波浪的波。于是当天下午就 call out 给一个朋友 ，call out 这我是这样的看点位，伊调刚划一下，call 是一个口手字旁在一个口字，手字旁这个区啦，区 ，OK， 对，奥是一个奥妙的奥，所以 call 一嘛是另外华语嘛是在表达音译嘛，但是用咱台语，咱台湾人来讲 call out，咱无法度读个标准讲 call out。所以咱讲 call out，你就感觉台湾这是台湾人讲的英语啊。问他车子可不可以借塞一下，伊就用多少塞车的塞，伊就讲借开一下。所以伊安尼写了啊，伊这文章啊，中国人说看无，但是咱台湾人一看就知。所以有当时啊，文理有这个分别比较，分别听起来讲。咱卖做伙艺术，毋是这艺术，艺术当时也是你文化的特色。文化特色啦。这世界就是叫做文化安尼，带精彩安尼。你若讲大家拢用讲一款文字的时阵，就无彩。所以你若感觉即马直接看汉路上困难的，你可能已经听过宅女小红啊，你其实拢已经咧读台语啊。
只是写的方法无共，汉罗是甲写了较标准的、较完整安尼。好啊，上尾一项代志，莎士比亚大家拢知嘛，我拢讲过，对英文嘛是建立起来，因为有圣经啊，嘛有莎士比亚，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魔术敢知？两圣经啊，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刚有去翻译圣经，这我都唔知。因为时代其实是共款的所以有就这样讲，英文的圣经是安那遮尔啊，几啊百年来拢真重要遮尔啊优美安尼，是因为莎士比亚倒翻译。但是牧师的翻译圣经拢袂使写名嘛，对，正常来讲是无人写名的，对，顶头嘛无莎士比亚签名嘛，人就在找讲到底有倒翻译无安尼，尾仔人讲有呐，伊是因为看诗篇第46篇，诗篇46篇，牧师要摕起来看，好啊，诗篇第46篇，就是上帝甲咱伫地，这内底有一个所在啊，因为Shakespeare 这名两个部分嘛 ，Shake 是以讹艺术嘛，Spear 是迄个长矛迄个矛，就是一个武器嘛，对不对？所以这内底都有这两个字。一个是摇动，46篇第5章遮。第5节，上帝伫迄中间城一定袂摇动。这摇动是 shake 嘛，因为英文就是用 shake 这个字。上尾有一个模。他伫内底，就是第9节。第9节，伊停止战争，直到地极，伊压一根长枪，甲战车烧伫火中。这个枪就是英文，就是用 spear 迄个字。所以人就发现这样代志。另外一点就是讲，圣经英国迄个版本是1611年开始印的，迄年拄好是46岁的时阵。所以伊就跟46篇，拄好出来伊的名呢，所以有人讲，有这个故事啊，对，这个我大家听起来注意，希望大家因为安尼把圣经摕起来编看卖啊，看46篇安尼，这就是人讲重点是讲圣经是本来就是写了最优美的物件。到人去想这样代志，因若有影就歹看理论现在写都无人去怀疑讲，莎士比亚来翻译嘛，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啦。我直接我先说补一句话台湾上早翻莎士比亚是什么人？你敢知？唔知？淡水教会陈清忠老师，伊1950年翻莎士比亚内面的一部分，是全台湾上早翻莎士比亚。用台语吗？用台语。对啊，我想问，用华语应该更早的。我厝里有，我无想到你讲到这。伊去日本读迄个英文系。尼可能甲平内逍遥有关，因为平内逍遥就是安尼，就是翻译到80岁。日本哪有完整的一套。华语应该更早有啊，本来就是华语。梁实秋因遐拢捌翻译的。对啊。不过我伫台湾，伊个用白话字翻了。用白话字翻，有人做啊。自己讲个等于，没啦，我拄安尼听起来，我感觉台语就有机会啊。愈来愈侪人，少年一代嘛会晓的有歌啊，即嘛个自由啊，就爱看咱大家要哪去甲杀行，甲杀甲更较侪人来听来写安尼。上尾金句今仔日个金句是记载伫以弗所第5章19节，圣经安尼讲，着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我去读一摆着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